多谢雅心来关心南投的消息。南投的集集其实是充满历史故事的所在，形象相关，特别伫这个镇内一寡小景点呢，包装成为半工的文史小旅行，有真个介意集集镇这游客呢，耍甲真欢喜。 带团员先来试啉在地生产的花龙果汁，含金蕉口味的白布。这段半工小旅行，拢是小解集集小镇的经典小故事，互报名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。其实我以前就常来集集玩了，哎呀，就觉得可以再多认识一下集集其实是很开心的。会当欣赏了解到落水溪内底奇石，嘛行要来到敢有一集人才知影的肮脏的小路，沿路听到的拢是大家对集集无啥了解在地历史。非常推荐呢，就是很喜欢听故事的旅人一起来报名我们的半日徒步导览。集集镇欣赏上款真珍惜在地文史资源，所以特别甲整理过，推出半工时间路程无超过1公里的小旅行，嘛欢迎乡亲游客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